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是金子。今天我们去吴江的静思园演出，这场演出意义非凡，是我个人的一小步，但是是评弹的一大步。不是婚宴、小孩满月酒，什么茶楼评弹，今天是一个大企业海尔叫我们去演出，他们正好有一个新品空调上市。像往年这样的大企业要演出，肯定都是唱歌跳舞，符合现在年轻人。但是今年他们决定试一试苏州评弹。所以我个人非常的开心啊，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。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只有走入了各行各业才能有未来。开过来40分钟还是挺快的。小时候外公外婆带我来过，但是时间有点久远了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到了，就是这儿，上面2台空调很明显，排面十足。我们应该就是坐在这里唱。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整合。看看这些长枪短炮，这些设备，这里面真的很大，值得一来。演出要下午开始的，上午先自由活动，我和镜子先这里面逛一逛。静思园也是4A 景区，真的很漂亮。镜子，咬蛮费吃吗？可爱是蛮可爱的小猫咪，蛮亲人的啊。今天我们来这里唱一段《西厢记》的莺莺操琴，这个是海尔他们选的。这个故事的内容就是莺莺小姐在园林里九曲桥上，大热天啊，弹了琴之后非常的热，又闷又热，这样一个故事。等我唱完，他们正好把空调推上台。这个构思我觉得是不错的，和评弹很好的结合在一起。这个静思园里面是真的非常大，走过一廊又一廊，别有洞天。朋友们，这块石头9.1米长，是镇园之宝。这块石头还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，它的时龄就是年龄啊，是5亿多年。这空调都陆陆续续的装好了，主持人在对台词。今天的待遇是非常的好，有海尔他们专门请的化妆师给我们化妆，万事俱备，就等上台。Later。演出结束了，静思园里面真的非常的漂亮，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啊，人不是很多，人气不是很高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底蕴不深厚，它是90年代才造好的，它是一个新的园林。如果它也有像沧浪亭那样1000年的历史，那肯定爆火。4A 马上变5A。那个朋友们，今朝就带给到此，等到再会了，拜拜。